所來關心咱的白沙屯媽進香花園啊，這個透早過火儀式了後，咱刷落來廟方請3位女神上轎。這個廟前的廣場，咱會看到信徒是客，但是這個媽祖的轎出這個廟門啊，煞從雄雄對邊來跳出來，予許個香燈卡感覺講這個媽祖啊，實在是真趣味啊！白沙屯媽祖掛香要起甲上北花園啊，亂轎雄雄為邊仔出現，眼目登場。朝天宮廟的大門口有大批信眾徛佇咧兩邊，關注亂轎當時要出發，閣有人早就摕手機咧準備上陣大門，要翕到亂轎出發的瞬間。想袂到亂轎卻是為邊仔跳出來，互香燈卡攏感覺有夠心色。坐落來亂轎佇咧門口準備，轎原本是正平倒平咧練，過來竟然換方向，敢若是要出發真歡喜，袂等的啊！亂轎跳動的動作為大開始變細，大家攏專心咧等，雄雄向前衝，為樓梯跳落來隨加速向前衝，3進3退了後就出發上北。白沙屯媽祖掛香佇咧昨暗時起甲上北，頭一屆3個媽祖做伙坐共一隻粉紅的跑車，所以上轎的順序就講究，就愛先請白沙屯媽祖上轎，眾人伸手護送媽祖。媽祖莊嚴坐佇咧位裡，兩邊的水秀是真高貴個優雅。坐落來，請出山邊媽祖穿金底新袍，肩胛頭有夠長的假頸，個染紅色是絲鏡個華麗。最後，閣請頭一屆參加的羅祖媽祖，規身軀金色的新袍是簡單大方，佇咧眾人的接力之下嘛上轎坐好。3個女神上新轎了後，炸萬年的香火，佇咧數萬人的擁護之下，請兄坐轎回鑾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